嗨，大家好，我是探评书。今天是2025年12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南京博物院的这个事情啊。我看新闻报道啊，这个国家文物局介入调查南京博物院事件，也就标志着这个事情升级了。它已经不是在江苏省范围内，对吧？来处理这个事情，而是到了国家层面国家文物局。南博这个事件现在大家越来越多的在热议在参与这个事情。有时候大家都不是什么这个古玩爱好者，对吧？也不是什么收藏家，实际上这个事情相当的专业然后呢，它这个事情确实时间跨度特别长，从上个世纪60年代到现在60多年，经手的人也很多，对吧？这事情非常错综复杂，迷中迷局中局，一时把它搞清楚不太容易。咱们作为这个吃瓜群众也只能通过这个网上的各种采访来从中看到一些这个端倪。咱们这个栏目一直说对吧？我们要看到原告他的说法，同时也要看到被告的说法，对吧？只有原告和被告充分表达，然后我们看完了原告，看被告，然后再看有关部门的说法，这样我们自己对吧，形成一个答案，一个判断。根据自己的阅历，对吧？我们不能被一边不能被一方的说法所左右。这就相当于是一个法官实际上大家也知道法官他不是对吧360行都懂，但是所有的疑难这个案子民事诉讼都要到法官这里来审理。但是法官实际上不可能是各个行业的专家，那法官怎么断案子呢？实际上就是像咱们说的，他是充分的听这个原告还有被告，然后原告和被告还互相质证，对吧？原告律师被告律师互相这个叫辩论，然后法官再根据这些法条，对吧？根据自己的这些审案子的经验法条，从中找到这个真相，对吧？还原这个叫法律事实。那今天为什么继续聊这个南博事件呢？昨天因为新华社对这个南京博物院做了一个采访，让我们知道这个被告，对吧？南京博物院现在是被告嘛，被告的说法咱们节目也介绍了今天我看这个财新网它有个非常长的一个报道，是财新网采访了这个原告，也就是庞来成的后人叫庞书令。所以我们今天再看一看这个原告庞家的后人他们是怎么说这个事的。财新网这个报道非常全面从这个庞来成开始说起，一直到现在，对吧？是庞家是怎么发现在北京拍卖的这个裘银的这个叫江南春，那现在庞家后人他的诉求是什么，非常详细所以说这个对我们吃瓜群众更进一步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貌，这个提供了一个依据。这个财新网说南京博物院馆藏裘银江南春图卷被指流入拍卖市场事件持续升温，近代收藏名家庞来成收藏的江南春图卷本于1959年和其他136件虚摘旧藏由庞家捐赠给江南博物院，却在2025年5月疑似现身北京某拍卖行预展投入，估价高达8800万元。得悉此消息，庞来成的曾孙女庞书令紧急报案。江南春图卷在正式开拍1个小时前拆拍，就是终止拍卖。昨天咱们节目介绍了对于庞家捐赠的文物为何流入拍卖市场，南京博物院方面近日向新华社解释称，此前经过多次专家鉴定，庞家捐赠的裘银江南春图卷是赝品，不够馆藏标准，已根据相关规定将其调拨给江苏省文物总店。南京博物院还出示了1995年5月由时任副院长徐湖平签字的退出馆藏审批单，以及2001年4月以署名顾客以6800元买走这幅画，江苏省文物总店销售发票。这个我感觉这个事情这疑点最大的问题最多的恐怕就是这个当时的院长徐湖平。当然现在他已经到了这个舆论的风口浪尖了现在好多网友在扒粉扒这个徐湖平的资料，过往的这些演讲文章。这个原告庞书令他是1953年出生，1969年16岁的时候就随父亲庞增和下放到苏北
大丰农村。1979年落实政策，返回苏州，进入苏州市沧浪区房管所工作至退休。2025年12月21日，庞书令接受财新专访，详细讲述庞家1959年以来和南京博物院的交往纠葛。哎呀，长达将近70年的恩恩怨怨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看完这个财新网的专访之后，我发现这个庞家和南京博物院那真是叫斩不断理还乱。那么财新网的专访这个庞书令呢，先从他的曾祖父庞来成说起，就把他们庞家这个传承的脉络给捋了一遍。那这个庞书令就是现在的原告他的曾祖父就是庞来成，实际上叫庞元济，字来成，号虚斋。那当然是是他的祖籍是浙江湖州，这个庞家是湖州的一个大家族，是南巡什么4大家族之一这个庞元济也就是庞来成是1864年生人。那他是清末民初浙江民族工商业企业家的先驱，以丝绸起家，建立庞大的家族产业。近代著名的收藏家虚斋收藏享誉国内外，甲于东南，在收藏界和民国4公子之一的张伯驹齐名，被誉为北张南庞，也就是他的曾祖父。那在当时是收藏界企业界那都是响当当的人物那么在后来抗日战争中这个庞来成为了虚斋收藏耗费心血。大家还记得吧，这个抗日战争中这个全国各地的尤其是北京故宫的很多文物都在往这个大西南转移嘛。这个有个报道也有这方面的传记文学，有很多人就是为了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物免遭日军对吧这个或者免入战火吧，辗转反侧这个上万公里来来回回运到什么昆明运到什么贵州那么这个庞来成在当时那他们家这个叫虚斋收藏的东西那也得要保护所以也耗了不少心血那么这个庞来成的只有一个亲生儿子，就是庞来成独子，那也就是这个原告庞书令的祖父。1936年在他31岁的时候就去世了，然后留下了2个幼子，由这个庞来成抚养大，也就是庞来成2个亲生的孙子，儿子去世对吧？这个孙子有一个就是庞曾和，另外一个叫庞曾祥。这个庞曾和就是庞书令的父亲，这关系就捋清了但是这个庞来成还过继了一个儿子，因为他儿子死了对吧，只有2个孙子，那还是太小嘛，所以这个在过去那个年代这也很正常。这个庞来成过继了一个儿子叫庞秉礼。那这个庞来成的这个2个孙子命运也多舛非常坎坷。怎么坎坷呢？说也就是这个庞曾和和庞曾祥这2个人呢，只有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兵荒马乱的嘛，要躲避战火所以就由家里的这个下人呢带着到乡下避难去了，躲避战火。结果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这个庞曾和和庞曾祥，也就是庞书令的父亲和他叔叔2个人呢就跟家里人走丢了。然后这个庞来成呢急坏了，还是托了黑道上的人花钱才找回这个庞曾和和庞曾祥，也就是把2个孙子找回来了这就是整个庞来成的这个家谱，他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庞来成去世之后他的遗嘱是把庞来成他的毕生的收藏分成3份，一份是给孙子庞曾和，也就是庞书令的父亲，一份是给庞曾祥，也就是庞书令的叔叔，另外一份就给他的那个过继的儿子庞秉礼，3个人一人一份。然后还剩下一小部分呢，作为这个庞家的公共财产，由这个庞来成的这个叫继室夫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相当于他的原配死了，后面又娶了一个老婆，大概这意思也就是这个庞书令那就叫他曾祖母，他保管一小部分。这个庞来成1949年3月去世，所以那个庞书令他的父亲庞曾和就继承了庞来成1/3的古字画收藏。那后面就要讲到了这个为什么把这个字画要捐给南京博物院。这个庞书令说他说他的曾祖母，也就是那个庞来成的继室夫人呢，有一个远房的表弟叫郑山曾，当时是江苏省文化局的官员，他们家本来没什么来往的，但是突然1959年的一天，带着一大帮人到家里拜访，动员
曾祖母和我父亲，也就是庞曾和啊，捐化给国家，那肯定不止一次啊，多次上门做工作啊，动员。你想想啊，要记住了，当时是1959年，当时的说法是啊，说南京博物院的很多藏品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现在是国家有难，说你们庞家啊一向是爱国的，希望庞家能鼎力相助南京博物院。你搁现在肯定是不行的吧？你记住了啊，那是60年前，所以说啊，这个庞家就很为难，一方面是他祖上对吧，这个毕生的心血收藏的，一边是国家有难对吧，国家动员在那个公司的合营对不对？很多企业家把自己的企业都主动上交给国家，你这个字画对吧，还能留得住吗？就当时的大背景下啊，所以他们家就很为难，犹豫啊，很正常啊。然后这帮人呢就许诺啊什么呢？说以后啊庞家后人要考大学，国家可以照顾对吧？工作上也可以照顾。那曾祖母一听，那心想给晚辈啊还能有点好处，那捐就捐吧，所以就动心了啊。但是按照这个庞树令的说法，他们家捐了这个画之后啊，实际上也没有从国家那儿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这后面的人呢，一个都没上过大学，也没有什么特殊照顾啊。当然这是庞树令的说法啊，也就是当时捐画的时候，一方面是爱国对吧，动员没办法，一方面也觉得哎捐了画以后是不是可以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啊，对吧？是不是在生活上或其他方面有照顾啊等等啊，毕竟光荣嘛。好，说这个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啊，是当时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叫曾昭玉女士啊，这个她是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她非常关心这个事情，因为南京博物院它没有文物啊，对吧？她怎么充实这个博物院？所以她那肯定找这个庞家呀，庞家是当时的收藏名家对吧？手上有很多古董啊、文物啊，所以他就亲自上门做工作。这里面要介绍一下啊，这个曾绍玉啊，他们给这个庞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非常好。每次去啊，给他们这些小孩就带点什么礼物，对吧？花生米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吧，反正总之小孩的印象就很好，彬彬有礼。实际上啊，这个曾绍玉是什么人呢？她是曾国藩的曾孙女儿，也就是好像是曾国藩往下第4代直系啊。这个你想想吧，而且这个曾绍玉为这个故宫的文物转移南迁，这个躲避战火战乱，也是立下了汗马功劳。这个人毕生啊都是在跟这个文物跟古董打交道。我在想啊，这个曾绍玉啊跟这个庞树令的这个祖母对吧，也就是那个郑女士啊，我估计啊他们是有很多这个共同语言的。因为都是世家子弟啊，而且这个曾国藩对吧，湘军的这个势力啊，正好就在浙江、苏州对吧，江苏、南京这一带，哎，都是他们湘军的地盘嘛，谁还不知道谁，对不对？当时是3年困难时期，或者叫什么3年自然灾害，对吧？实际上就这一带饿死好多人。你想，那物质极度匮乏，这个曾院长每次到他们家探访的时候，都带点小零食，那简直对吧？那是救命啊！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啊，再加上大家知道当时的这种政治环境。这个庞家啊，就是这个庞曾和和他的这个郑女士，对吧？他们一商量，决定捐赠一部分古字画给南京博物院，而不是把他全家啊所有的家当、古玩都捐赠，而是捐赠了一部分。这一部分是多少呢？就是137件套，就是137件吧。好，到了1959年3月，这个庞曾和就收到了曾绍玉的院长的亲自执笔写的公函感谢信。实际上他捐赠的时候啊，肯定也列了目录，对吧？1、2、3、4、5、6、7 137件，每件是什么东西，移交给这个南京博物院。哎，南京博物院拿了这东西之后，他要入库啊，对吧？要一件一件的核对。然后没过多久啊，这个院长啊亲自给这个庞曾和写了一封感谢信公函。但是他这个感谢信里面写了什么呢？他说曾和同志陈拟将祖上流传下来的115件古字画捐献给国家的文物机构。他说我们已将这批字画从苏州运到南京，并请专家鉴赏，其中有许多异常珍贵之品。这个当然了，这个是一个表扬信、感谢信，对吧？但是这个这个庞家人一看，庞曾和一看这不对呀，明明给了你是137件，你给我回信上面说只有115件，所以这个庞曾和就赶紧找这个南京博物院商量协商到底怎么回事，这数怎么还有出入呢？好，南京博物院就告诉这个庞曾和说啊，还有一批捐赠的还没来得及，
入库，因为他入库之前他要登记造册，还要这个叫应该是鉴定吧。说整个的入库完了之后，会再给你一个全部的一个捐赠清单。后来啊，南京博物院给这个庞曾和开出了捐赠清单，是137件。1962年11月，江苏省人民委员会给庞曾和颁发奖状，褒奖庞家将137件古字画捐给国家。而且这个庞曾和啊，还专门去了南京领了奖状。后来苏州市啊，还在开明大剧院给庞曾和开了一个专门的表彰会。这个确实啊，一下捐了137件。好，这是第一次风波，对吧？那第二次风波呢，也很有意思了。1962年的时候啊，这个南京博物院继续向庞家征集古字画。征集跟那个捐赠不一样了，捐是无偿给国家，征集什么意思呢？征集就是按当时啊，好像象征性的给点钱，不白要。那你想，当时那个南京博物院院长是曾绍玉啊，他们是世交，对不对？有可能啊，所以这个庞曾和也不好驳他面子。1962年到1963年，在南京博物院征集下，又给了11幅古字画，还包括宋徽宗的真迹，那这个值老钱了。为此啊，南京博物院给了1万块，给了钱啊。但是我觉得1962年、63年能给个1万块，还有其他的画也给钱啊。就宋徽宗的这幅画就是1万块，叫《曲玉图》，剩下的10幅画也给了几千块，这个在当时应该是不少，一笔巨款。那这个庞家啊，给南京博物院捐赠的是137幅，对吧？然后后面征集的是11幅古字画。那不管怎么说啊，这个庞家和南京博物院的合作是非常愉快的，也恐怕跟当时这个院长叫曾绍玉院长有密切关系。那根据这个南京博物院2013年出版的叫《曾绍玉文集日记书信卷》，这是曾绍玉的自己的这个传记，自己写的这个文章里面啊，他就记载了从1959年2月26号到1964年2月26号，就这个5年间呢，这个曾院长和这个庞家一共就是接触啊，互相拜访，对吧？等等，一共是24次，并且里面还写了这个1963年啊，这个庞叔令的曾祖母，也就是那个决定啊赠画给这个博物院的这个庞来成的继室夫人呢，她生病，那么这个曾院长还亲自过问，安排这个曾家这个祖母啊住进苏州第2人民医院高干病房，还亲自来医院探望，对吧？这个曾祖母，这个庞曾和带着家里的老小去南京拜访这个曾院长，曾院长还在江苏饭店设宴招待他们一家。有几次啊，这个曾院长还带着这个庞叔令但是小孩子嘛，对吧？跟曾院长自己的这些家里的孩子一起玩耍。逢年过节，这个曾院长会托人带零食到苏州给这个曾家，所以说他们这个曾家和这个庞家呀来往是非常密切的这是蜜月期啊。就我想啊，他恐怕跟这个湘军多多少少有点关系。那这个庞家跟博物院为什么是闹翻了呢？这就在后面了。1963年，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徐云秋向这个庞曾和借了2幅画，一个是元朝吴镇的《松泉图》，一个是清代吴虞山的《仿古山水册》。为什么借呢？说是南京博物院办临时展览，借3个月，展览办完了就还给你们，并且打了借条啊。这个吴镇的《松泉图》非常珍贵，你想想吧，这个庞家向南京博物院赠送了137幅画，然后再加上后面征集了11幅，我估计最值钱的实际上是留着的，对吧？你要想一想，如果是你的话，捐赠你估计也会这么捐啊。他的那个文物非常多，你挑一些捐，你估计很难把最值钱的捐出去，最宝贵的是吧？结果这个吴镇他是元朝的4大家之一，这个人名气大，但是画特别少，那他就画值钱了，物以稀为贵啊。说这个吴镇的画留存于世的一共就2幅，一幅在这个虚斋，就是庞来成收藏，一幅被蒋介石带到台湾去了。所以这个吴镇的《松泉图》还有这个清代吴虞山的这个叫《仿古山水册》非常名贵，也是这个庞来成最喜欢的藏品。这个庞来成交代这个吴曾和就临死之前恐怕交代他说，这2幅画要作为传家宝留给后代。
所以说，在1959年还有1963年这个2次向南京博物院这个捐赠或者征集的时候，这2幅画没有给，结果啊，人家来借，南京博物院借这个去参展，借出去了啊。但是3个月以后啊，这个徐云秋啊，并没有按照约定把画还回来。那后面就是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当然前面还有什么四清运动啊，对吧？整治，对吧？这个1966年开始，整个的就风向变了嘛。最主要的是这个曾绍玉院长，1964年12月在南京灵谷寺跳楼身亡，那也是应该是牵涉到运动当中啊。但是这个庞曾和他就认为啊，这个南京博物院的院长刚去世，完了这个博物院正在困难时期，就不好意思去要这个借的2幅画，最宝贵的。但我想啊，这个恐怕不是不好意思，对吧？这么名贵珍贵的东西，怎么会不好意思去要呢？我倒是觉得他不敢要，因为那个时候风向变了，运动开始了，对吧？你还敢跟国家要东西？不要说要了，后面啊直接就没收。你看看这个庞书令说啊，再接着文革就开始了，我家被抄家。你看看，1969年全家下放到苏北大丰农村，直到1979年才回苏州。在描写抄家这一段啊，当时这个庞书令只有14岁。1966年9月17日第一次抄家，我记得很清楚，是苏州博物馆的人带着人来抄家的。第一次抄家没有打砸抢，还可以啊，把东西专车拉走了。那过去叫打砸抢啊，你就说这玩意红卫兵不认识啊，不认识，对吧？一锤子一榔头直接给你碎了，画直接给你撕了烧了，你又有多少破四旧啊？这个据这个庞书令啊，他回忆，他说有一个苏州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啊，说庞家全是古董，吃饭的碗都是古董，你们要非常小心。他们拉走了3、4卡车的古董，你想想抄了多少东西走了。他说我印象很深，当时是9月份，天气还很热，我父亲穿着一件蓝色的衬衣，耷拉着脑袋站在一边，看着家中的古董字画被搬走。抄家后，当时一个做记录的女同志给了我父亲一份清单。大家能想象一下吧？《红楼梦》里面，对吧？贾府被抄什么概念？刮地3尺，对不对？这个庞家就享受了这个待遇，被抄家。当这个庞曾和啊拿到这份抄家的清单，对吧？抄走什么东西啊？登记了一下，拿到清单的时候啊，结果被博物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一把从手中抢过去了，说啊，资本家还要变天账吗？不用给的。然后装着古董的卡车就开走了。这一幕我始终忘不了。你看看，现在庞家和南京博物院绕来绕去的，都是在抄家之前的那些恩怨过往。抄家抄走的东西已经提都不敢提了，对吧？而且你也没有账本，你也没有清单，所以我倒是觉得庞家啊还是叫侥幸啊。如果他一件都不捐，那么他现在连扯都没得扯了，对吧？1959年、1961年、62年，如果他们家一件都不捐啊，也不借也不征集，那么他们一家1966年的整个的被抄走，毛都不剩，你又找谁说理去呢？对吧？你又跟谁哭去呢？所以万幸啊，对吧？这叫不幸中的万幸。他们家在文革之前还捐了137件套，对吧？然后后面征集12幅，后面又被人家借走2幅，这个有据可查。现在焦点啊就是在这些画上面，后面被抄走的，实际上我估计啊，被抄走的恐怕还有更名贵的东西，他们家也拿不出证据了，抄哪儿去不知道，连这个清单都没了吗？好了，1979年这个庞家啊从农村下放，根据政策啊就是返城了吗？到苏州，对吧？落实工作平凡等等。好，这个时候那时候政策79年了嘛，政策有所松动了啊，但是政治环境没有那么压抑了，对吧？好，这个庞家就开始想起了，这个抄走的你没有清单，你找谁都没用。你这个借走的你总得还吧？所以就那2幅画，那2幅画也是最贵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啊，这个庞曾和就跟这个南京博物院开始了要这2幅画。但是由于这个文革中啊，当时2幅画的这个借条啊也被抄走了，可能撕了。所以说这个庞曾和手上他没有证据，他只有人证。人证就是谁呢？就是这个当时借画的南京博物院的这个工作人员叫徐云秋，对吧？院长是曾绍玉，院长已经死了。这徐云秋呢，好像也是刚去世。也就是说，这个庞家啊跟南京博物院要这画的时候啊，徐云秋也死了，也就是经手的人好像都不在了。完了，你借条也没有。好就好在什么呢？好就好在这2幅画还在南京博物院，所以这个最后没办法啊，这个庞家就到法院起诉南京博物院。这个是上个世纪80年代啊，88年庞家就把南京博
博物院给告了，但是没告赢。为什么？就是你没有证据啊。这画是在南京博物院，然后也查到了啊，南京博物院这个画来历不明，其中有一幅画说是什么一个叫陶白的人捐赠的，但是后面啊，这个找到陶白的时候，陶白说我从来没捐赠过这个画。然后这个有人回忆啊，这当时的院长也不知道这画从哪儿来的，就随便编一个人说是他捐的，就是管理就这么乱。法院判决什么呢？判决这个画还归南京博物院，但是呢，给这个庞家啊补偿4万块。那庞家肯定不服啊，上诉也没赢。1990年5月，南京中院2审判决2幅画所有权归属南京博物院，南京博物院给付庞增和购画款26000元，利息28998元，共计54998元。那庞增和肯定是不服的吧？不服他也没用啊，得告到中院了啊！你再打到高院也是这样，就是你手上没有证据，没有借据，甚至啊，南京博物院反称说你这个庞家呀，你为什么早不要这个画呢？你既然是借的，当时3个月一过，你就应该把这画要回去，为什么不要呢？你现在一拿不出借条，第二当事人都死了，你这个时候出来要，你这就叫浑水摸鱼啊，就这意思啊。所以死无对证。好了，后面就说到这个裘英的江南春啊，就是现在在网上炒的最热的这个事情。那这个事情咱们在以前节目介绍过了啊，就是因为这个南京博物院有个叫庞欧的这么个研究员，南京博物院不搞一个庞莱城这个150周年吗？画展，然后这个庞欧就在这个前言部分写了，说哎呀，没想到啊，大收藏家庞莱城的后人竟沦落到卖画为生。结果这个庞书令去参加了啊，这个作为庞莱城的后人嘛，应邀去参加这个画展，说当时他不知道，回来之后把那个画册啊打开仔细看的时候，在前言里面写了这么一句话，说鼻子都气歪了，说我们庞家从他曾祖父庞莱城一直到庞书令根本就没有卖过一幅画，都是捐赠，你这不是污蔑别人吗？所以说气不打一处来，要求这个南京博物院你赶紧把这个画册收回来，把这些消除影响，就把这一句话删掉。结果南京博物院不愿意嘛，所以说这个庞家再一次把南京博物院告上法庭。告上法庭之后，这个庞家才知道南京博物院已经没有了裘英的这个江南春了，因为他让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就是把那个137幅那个画还有11幅到底在哪儿，对吧？结果有5幅不见了嘛，所以这个庞家人才知道。再后来啊，这个在北京那个拍卖会上，有人告诉庞家，你看看这个裘英的江南春啊，在这儿出现了，还说是你们家捐赠的，是你们家收藏的，对吧？上面它的传承有序啊，所以这一下庞书令就疯了，所以这个事情就这么被掀起来的啊。这个现在庞书令啊，庞家的诉求是什么呢？诉求就是你不有5幅画，你不鉴定是赝品吗？那行，你把那5幅画还给我。还有一个就是那2幅对吧，松泉图和那个仿古山水册，哎，你把这个2幅还给我，是你借的，这就是庞家的诉求。当然还有其他的对吧，恢复名誉啊等等对吧？因为现在这个事情外界就认为你这个庞家是不是2幅这个江南春呢？所以我把这个财经网这个采访看完之后啊，也更加坚定了我的看法，对吧？这个事情啊，出事就出在那个院长徐湖平身上，因为根据这个庞家说法啊，他说时任南京博物院常务副院长徐湖平既是文物画拨的审批者，同时他又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定代表人，还是江苏省收藏协会会长。也就是这个徐湖平同时一手管着南京博物院，一手又管着江苏省文物总店，然后以对吧6800的价格把这个卖给一个不知名的顾客，所以这里面啊嫌疑最大。也就是这个涉嫌啊监守自盗，因为只有他们知道这些画它的价值啊。也就是说啊，这个按照马未都说的啊，经过庞莱城收藏的江南春啊，即便是假画赝品，那它也很值钱啊，也是有收藏价值的。因为啊，它那个画至少是明朝的，你想明朝的话，就是明朝人家后人仿裘英画的画，那也是很值钱，也有价值，对吧？那么这个院长呢，他就是根据国家政策，对吧，钻了漏洞，哎，不是裘英的，对吧？是赝品，赝品好，国家有政策，这赝品这个博物院不能收藏，或者是可以处理。那好，我就把它划拨到这个文物总店，文物总店再对吧，以极低的价格卖给谁？反正你是赝品嘛，对不对？问题就出在这儿。要说到监守自盗啊，那这个南京博物院呢，那可不是开玩笑的啊。新华社南京9月15日电啊，这个说的是南京博物院保管员陈超今天
在南京被依法处决。我靠，处决啊，枪毙啊！据查，现年23岁的陈超，自1992年至1993年9月，在担任南京博物院保管员期间，先后窃取馆藏文件、工艺品19件，价值18万元，其中国家2级文物1件，国家3级文物1件。陈超将盗窃的部分文物销赃后得款3万多元，全部挥霍无余。这个是好像是1997年的这个报纸。我说这个什么意思？你看当时啊，其实非常严啊，你看逮住枪毙啊，也就3万块啊，也就是19件工艺品，价值18万，销赃3万块。我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当时这种背景下啊，你说这个徐沪平他敢偷吗？我估计够呛，但是他就是合法的利用了这个政策漏洞，对吧？你能把他怎么样？你这是赝品，对吧？根据国家文物管理怎么样，对吧？把它卖掉了。这个同时也说明啊，即便在当时这么高压之下，依然有人从这个博物院里面偷东西往出卖，对吧？监守自盗嘛，枪毙啊都拦不住啊。现在都不枪毙了，对吧？那你说监守自盗的那不更多吗？所以这个财经网这个报道啊，实际上我更多的是对这个庞家这命运啊感慨。这个不是一个庞家的悲剧啊，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庞家现在还有的扯，对不对？还有这个5幅赝品，2幅借出去的话，他还能扯，还能打官司，对吧？还能呼吁。现在这个媒体关注，舆论关注，然后这个国家文物总局也关注，还有更多的像庞家这样的人，他连呼吁都呼吁不了，对吧？你只能是讲故事，因为你什么都没有，你被抄家了，干干净净，连线索都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个庞家又是幸运的，对吧？毕竟还有点想念，是吧？最后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事情要查不难，很好查，关键是，对吧？是愿意把它搞清楚呢，还是继续和稀泥？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啊！这个庞家啊，但是没有及时的把那2幅画要回去，反而，对吧？相当于给庞家留下了。也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说，你还有要回来的可能吧？如果你当时就把拿回去了，那后面一抄家，那你彻底没了希望，对吧？这就是命呐。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